地方有一位神师，大家拢叫伊酷送。伊是咱这个所在的头人，黑白两道拢有交陪，人面真快，嘛真有名望。伊也是信用合作社的理事长。有一年拄好要改选后一届的理事长，酷送老早就讲要选连任，原底大家按算讲伊百面条的，也知影雄雄走一个听价金出来，原来是外围仔的势力走来插旗，红仔票甲压落，一半以上的理事全挖对伊遐去。酷送想袂到讲家己的近客搭无船，规个人硬甲破病。近客搭无船，意思是讲人伤过酷势，想讲家己带客比尔，要坐船随时都有，煞无预估有其他的因素失去机会。这句俗语嘛提醒咱毋通伤有自信，莫听候代志过讲啊，才来毋过意。